买一单吧，哥哥姐姐们，买一单我们家的芝麻丸吧。金哥实在是舍不得这么好的芝麻丸被中间商低价收走，然后转手几百上千的卖给你们。219.5关的芝麻丸，别人敢赚你200，在金哥源头工厂这里几10块都卖不出去，你们买不起，金哥卖不掉，所以我们砍掉了中间商，从惠州工厂自发到你手上。尤其是上了年纪，这个芝麻丸你真的得试试。这个就是金家庄的核桃桑葚黑芝麻丸，里面都是金哥精选的红枸杞、黑桑葚、黑芝麻。脱衣核桃仁、须和红枣在哪买？不是买，干嘛不在金哥这买？金哥砍掉网红带货，自己直播卖货，真正的核桃桑葚芝麻丸根本没有那么贵。你们说没有优惠，现在金哥福利大放送，那价格打下来了，现在直接拍3罐送2罐。我们是厂家吃发，真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。你们顾虑的我们都改，民族品牌应该自信起来，把服务的客户贯彻到底。人到中年，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，一定要多囤点。